今天这个场口边呢，整个朋友，看着大家好，跟你收看精彩的所在电视啊。继续为你播出上片平台龙凤呈祥。雷贝意识到自家所犯的错误，也看到是问题的严重性。严快里迷途知返，知错谁改？所以呢，打身上想，一旦想办法，准备马上离开东欧，回到荆州。但是呢，来时容易，去时难啊！寻求搭追求精心策划的美人计，得到搿样一个结果，哪还肯甘心呢？所以也想出各种办法来阻止雷贝回荆州。那么雷贝搭身上想，结果为哪哈呢？请听大结局。龙凤呈祥由江苏省平台头汪振华、上述市平台头陈伟春为你开讲。夫妻别母双凤楼，心天恨海来飞流。决胜千里之隔两，指地江水知人非。刘备啊，接到诸葛亮第二封锦囊叫归心似箭，所以他自家高兴身上向两高头妖精围住双凤楼，绑对无骨头。那他虽都是女流之辈啊，但是到底金风雨见世面，所以当机立断，就关照很多合适围住荆州。那么张坡路浪向非要追于不义不善，所以侬自家做浪向个清风剑啊，谁不能自家弄想想？这路浪向是个追于啊，君不君，神不神啊？那么你谁宝剑拔出来，打个杀？所以这样一来啊，刘备搭上向两高头呢，是比较定心的。所以刘备要进去准备，身浪向里向我家只好。到我是地大登上的了马，身上像上脚马车子，嘎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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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喳喳，路浪向对草出绝，并无对过，直到玉龙岗。自龙将军那时候就龙玉龙岗边浪向等子，一些事务在准备好，扎说定当人快人家。要有报警，坐等云跟后头之学，胯下我定龙驹宝马，水捧赤不来人强，叫威风凛凛英姿。好吧，500名军兵，谁力量相在细细。哎，现在是可惜刘备郎果然要军上来打，哥哈斯提，你我快去！孙了平军什么？是保护公家军功，快走！是哗，悄悄就离开此地啊，是往正流浪铺而去。咁说起来，啥子要悄悄就，因为刘备此一回到广东，随时最大深究设下个美人计。那么现在我要回州去，是公不能深究晓得，为当了得。但是刘备晓得讲，该桩事体早点晚点深究要晓得。但是心量悄悄就，还有啥能够帮我渡过难关？那么说起来，刘备这样深究该桩事体，也晓得，一点点也分晓得。那昨日夜里向一顿老酒，吃得了叫酩酊大醉。所以老听众啊，这个样么子了，那既是好么子，也是坏么子。你在讲起来最能受刑，但是最还能饿死。吃饱了最饿事体，三国里向的例子举不胜举。那么谁非要拿别人，谁拿张飞来讲？一生吃5次老醉，唱5次来。第一次叫追债必对，第二次追债说自追，第三次追债做工人，第四次追债唱油门，第5次还要不得了，吃饱这个老醉，西家我推头个驴牙队。所以讲今朝个深究啊，吃这个老醉闹出来，就要说得他一个刘备呀。那么人权罪呀。哎呀，
要到杀人光线，谁要等到门在走廊下？边廊下你话海是海，水是海不水啊，就是觉得了不得了。到走廊下，神就叫郁郁苏醒，梦后修法，苏老路，兵也乃一臣威风，万不上之雷远的，欲报今去，几旅中好水呀，好水！比龙像一个人接杀人，杀你们张昭、张子布，想想嘿呀，你那是俺好困啊！那个一会要困5、6个时人，今朝讲起来要10几个钟头的，你那是俺好困。哎，想想同样一个人，那么玩一会儿睡一会儿，一点点欣赏的，我们一旦压力就困不着谁也生意。上来那可能已经发福着，养得肥头胖儿，所以呼吸困的人了，你容易发福。那本人这个，你都看我比拉神为称，年纪不大，这时间吹都比这样的，什么坏困呀？一年到晚要困，那么据说你每一天要困18个钟头，还有个。喂，王中华，怎么你一天困几个钟头呢？我们这边个2、3个钟头。我不得那是俺睡。所以我们带来那个明显的区别是那个了。到底啊，太太的太结棍你的张昭口气中高，心中要进大上来，呀喂呀，打日进不好了。自报先生，何日进货？想拿君子，跟来拿了一杯，谁来说的为让悄悄出人醉了啊！此话当真？公子啊！哎呀！吕备就说不离斗鸡头身就难不要紧，啥么子？你理想看看那美好，挤馍，说鸡，吃肉了顶死的呀！啊，想不到腿肉不能斗鸡头，可是老实讲，我大叔搿条鸡不能斗鸡头是要随公行喜。来，说起功神来，是中。当冯国府将雨过20道理相结回呀！众位先生，六位将军，罢了。相许今被那狗就流叛，带了林妹，要道理江东，是我也当了的。是啊，公若想他出去回来，一个鹿肉。将秦神福铁令，莫想有莫想我在，尔等带了欧不军兵，谁与进追赶，将那吕备捉拿回来。得令，哎呀喂，骑马呀！自报先生真也，张这已经打出来，哎呀喂！向你配是2位将军西去，总当那吕备公开，他们是内讧不得吕备的。是出为何？哎呀喂！想君之跟在吕备，一同一望君之死于谢否？众将击之为去。这2位将军击了那君之呢？他们岂该动谁呀？我个味道对了。我的妹妹，广东陆军8队军军师小将，从小随扶枪龙棍，那么正口一寸这种女中豪杰，叫吩咐上去。这个2高头上去，妹妹她吕备一头了，妹妹肯定要从中走到。这个神就一动脑筋没了，喊当去太铁令，我讲。尔等也就带了欧不军兵进水干，是说我妹不露走荡。
石头该打，我自家有理想，就可以离身接打退下来。转继而包进一口，叫格杀不能。得令，那宝剑一击，好了，射出身来，叉，出去。身就太大，那么那身就是俺欧巴，嘿，不晓得一个人比那欧巴的为要子，啥人去大都读书，因为最不晓得个，那三州里面到处广东，但是那早点晚点要为主去，那么如果不能为主去，我改掉机场，全部落空，我是最啊，叫一时一名会于一代。所以最叫飞舞水美，老早水了浪那里面要得出去，毕竟是路浪向白条领子归走两有大将，一个叫飞人，一个叫巅峰，打身体准备，多大个武器这么大，几个里面过来，多大个武，我哪是的？那人俺不知，所以讲流浪向西神巅峰两高的路浪老早等好了，现在人光一呼，哈哈。吕备是吕来的，你大都是俺口起来，神奇妙术，不愧广东小辈英勇。终于路浪向妖精王东里想杀出来，对，攻中了盘，你与我说说下马水佛，免而一生。吕备路浪向的没定心。这当时身就打水不晓得，我里晓得要想到流浪铺，比浪向往肚里向塞个神要进出来，根本哪弄法子的？啊，是的，这名群众是哈，这不，上次我还可见门一来人目雷日去了，当时心里想打了浪去，根本呢，你不是去个自家，你这个是军事大狗。这上面路浪向，如果出点啥事体，上三万两头个位置进去，让军事诸葛亮门前来讲我们哪个长？谁是军事门前合格长？一个官员上三个张飞门前我还不合格的，所以你打下了浪去。哎，呀，这啥？但是想让我离开经济的辰光，军事诸葛亮搞不我三封进了。第一封锦囊，高楼是这次已经用过来得个灵光；第二封锦囊还没灵光，至少马国今才肯离开南市。那么现在身边为第三封锦囊，记得军事大陆说的，这个第三封锦囊让围出来的路浪，如果碰到紧急的事情，那么再拿出来看。那么现在来日去路非分紧急，那么好看对打光四体。相公在离开金乡之时，军事教育我三封锦囊。这第三封锦囊，军事吩咐，谁的紧要归队么？开车过，看家司机，那么你快拿来呀！身旁身边第三封锦囊拿出来，上水一碰大公请的看大。吕备锦囊这东西里有劲，风调起的。理想吹出来一张心情，这口气上的清清上下和四句来，难效法，叫后兵不鲁莽，赤攻内固刚，若有假思维，西口军事帮。哦，吕备可见到军师个风景那么心里下已经有什么了？对啊。我吕备到广东是鸡毛上手，两眼没出痕，但是高小水飞扬着，你是堂堂广东陆军800水军之小将，这么看上去呀，紧张个桩事体，要靠高小来帮忙着。吕备个啥目要紧到舅母出自门前嘛？啊，夫人呐！身上像什好了车子里。今朝士兵母亲离开南市，一路浪向急急忙忙，心里头有点落落的。但是浪向倒没他的，但是一大概他在车子停，只听见下头声音录着，不晓得出是啥个事情。本来要想问问男人，现在听见男人这个闲话没急，有点哭出了。那么要进家门里唤一下嘛，夫君何时进还？哎呀，夫人啊！
相思的救兄与基郎同为，若要得许荆棘，将夫人许配我，实则英雄并非为了夫人的终身大事，乃是以夫人为钓鱼，将吕备披至江东。若要得许荆棘，备不是非事啊！假因夫人与天喜之美貌，警惕为敌之大贼，可不吕备到的江东，哪里知晓林兄杀我之心而不死，居然爱我之意而不明，一来配边走当夫人，这，我要让夫人相容吕备。啥么子？我牛来狗路是这，亲自让12个人慌我的哈！哎呀，阿哥，你特不这样子，你不顾兄妹之情，为只要索取金钱，你挪我做鱼儿啊！那么非要讲的，这个肯定是最想出来。那么算了，过去的事体就让你过去了。那么不言中之大言，至少这个男人我满意了，我自家看中。那么现在我跟这男人为主金相，该是天经地义的事体。没稍微一拉了，我不肯放我最内，退不这样闲话，可嘛要试试看。我不是好吃公子，否决。后用尽黄与我塞。尊长夫人了啊！那么不就是那个面孔一摆，对真是袭人丁红。你们两人为何在此来奏语？我这个袭人丁红可来分扩展，因为大都督在规则里都做奴隶呗，奴隶晓得就要杀了，军师小姐一道了咯。那么哪弄讲？军师小姐将我的奉了都督之命，在此等于拿出来呗。放肆！这我家封君的名位是你们叫得的吗？乃是吕王说。明知晓乃是海市宗亲当今的王说，为何要冒昧于他？军师小姐高等不敢，既然不开，上开。这倒也不敢。啥么子？我生都买为我男人多少不敢当，我见到娘看到也是不敢当，王不敢当，媳妇敢当，你没来了同家不动，那敷衍我吧，那不得关乎。给了谁大奏入清风暴击并龙大佬，你们看清楚了。这乃是我家奏入的清风暴击，你们怕个水浪内头不怕我么？水浪杀得你们内浪我谁杀不得罪于我成功。我这两高的一听军师小姐个为我结棍子，那去啊不老你眼睛不理想，你两高的是啥么子呢？那么那已经叫的娘开呀，娘开不到一副来噻。大都督规则你要做吕备，大都督门前不好搞的呀。军师小姐，我等实日不敢。为有不敢，那么个火嘎啦啦啦吹起来，哐哐，宝剑拔出来一半，是若真要无力，莫怪我宝剑夫。是，哎呀，军师小姐真的关注。宝剑拔出来，手浪向手来，可不是屡屡不相像的。那么那你识时务在为精进，考虑再三，为是娘开来吧。所以袭人丁奉两高的待我望着两方比娘开，吕备一个然，到底是个高小结婚，那个高小出面不经晓的这个两个大将，只好娘开来。至于吕备大肆大搞，是望着吕郎铺而起。都望着吕郎铺去呀，不晓得后头两个大将来浪再上来着。啥你们谁是相亲生？到此地旁对袭人丁奉，身多两高的等老啥子呀？现在吕备是吕备嘛，这个上这个都现在能光白着，可是不来啊！后为规则要捉拿吕备，这不是和尚大高一头再上去吗？所以私家的呀。让女的渐渐在个，对，前边攻着刘半，你与我做马。吕备刚刚定心思一些些，现在人光听见到声音围攻的来一个，嚯哟，那个
后头神土飞扬，一走过来一只鹰，搿么那弄啥呢？还是老办法，来救救自家搞笑。所以莫得教母出子门前嘛，啊，夫人，向后边与追兵来了。啥么子啊？为啥来你要叫不起啊？搿么小门里重新一想夫君，不用害怕，今日的一切与为此谁？此君长夫人了啊！大不君之规则，错字下了。第二个声，要让龙当中一拉，教门里重新一兄弟门前一望，过去。这估计刚刚跑脱两个，现在又来两个，非得现在来自两个，刚刚退下去两个，跟着一道来自四个。那你都是人都失踪啊！面孔一白，恩等你来做什么？这个还个小姐，我们是奉了胡侯的命令，到此恭请还个小姐和刘皇叔一起回南齐。胡侯有要事相商。恭请啊！恭请怎样请法啊？大致你莫脑子刀枪，雷势汹汹，穷凶叫恶。搿么君子想怎样？今朝我要拿金钟罩水走了你的门前，家里头挂一个头个人名，上岸一落铁和汤兵里做。对，二等匹夫，这个分明一派红衣。我看你们明明是挑拨我们兄妹不和。今日我奉了母亲之命，跟着我家夫君为主进香，不要是你们随我家公公以来，也要以礼相待，不给冒昧。何况是你们还要紧紧追给，我明白了。你们莫非要与美妃不义之心？若以美妃不义，难道你们要加害我与雷王所不成？这个两高头像君子小小个怎么子看得到的？身下少费，你明明是奉旨东家的命令的嘞。这个还个小姐，我们分明是奉了胡侯之命到此，要请你们回去。这么说我们要造反，这话从何说起呀？不用多言，闪开了，是若再不让开，宽夸你来个字，许归我包继父。是。君子小小包记爬出来，还是你真的记他力大？你是个今朝真的大力大，大我可是不得了啊！后果他了金枝玉叶，爱是掌中之宝。那么真正在我后了这里想破洋吐出来破烂，一无其破干。你今朝是个真正大君子小小同起谁来？等到为周期，到辰光生就说起来，上江都真的大妹妹当啊！我当时辰光叫一日吼起来的辰光睡不了，难道是你都在不动脑子啊？干嘛？李多到底是嫡亲兄妹，有血有关系，自家人你是外头人呀的。这个还个小姐呀，我看还是为是什么？还是禀告胡侯再行定夺。你看怎么样啊？我看你们啊，为是滚开了。是我的马上滚。李多把照身上下么哪有生路？所以四高头对了咯，你对我看，我对你了咯嘛。给他身上下外国生来对男人毛嘛个姐，搿点我还吃不来，还是个为好做君子的了。夫君我们快追吧。很好。那么路浪向真正不对过，到驴浪扑我的，那么刘备想哪阵不要紧去了？嘿嘿，我老早讲过不要紧，现在跑的是个有点违于两个，啥你们是后当追他两有了解，两高头再到此地看见到四高头，你对我不看，我对你往眼瞪瞪啥子呀？谁对吕备不得罪的，哪得罪他？这个让人啊都君子小家与周郎相守下来个新风气。那么你与东家不及个上风宝剑，几代几大内搞一个到底杀人结婚，根本没好。是这样，虽然对蒙多两高的合设计并告追你四家的流浪将再上去，晓得。现在人光四家的流浪女的渐渐在，对。狗穷流叛，
而法哪里去？吕备得知马头边上定心的人，只要江边浪向今朝有8头人杀，8一个头到得对江就进去的地方。但是现在对江面浪向一个阿恰，今朝江面浪向叫啥陈小娇疲惫媳妇啊，而且后头声音给了狼杀得来。那么正所谓叫上天父门，叫十地父龙，看上去真这么多，我吕备死的人公子。哎呀呀，想我吕备到得自己无了。比方像石子龙看见自家哥急得种样子，路人扶之，介绍李大白定性，做啥？你相信一个人，谁是军师诸葛亮？我相信诸葛先生一定拿着谁吧？现在已经到紫光壁，诸葛先生肯定还在准备好，所以多人嘛打上来大光。哎呀，是的，想我已经打出了红盔，来到这江壁之上。我相信军师定于安排，大哥后用弹雨。哎，是的呀，军师们哪里去想？我等导致此劫呀！哦，你当初诸葛亮3人，李分谁受得上个？我相信诸葛先生，大哥放心别了。得龙当是，这是的军师来了。这是的来的不是军师，乃是军哈。手子龙对真这个迷茫不得了，这回去追于大智大内你木了龙杀龙来呀！为的军师个杀机之分相若哈，那的手子龙的哈了龙接着，嘿嘿，介绍谁在这欺君一发之时，这听见干一声音了龙手得来，啪啪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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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龙威松松啊！出来年纪的长风手，为头为水，一只手头浪向把海上比他子浪手好一个人，对浪归尽身浪我长死他一根云下把马单水了水，叫听有雨是啥人？谁是诸葛亮？那听看诸葛亮到听眼睛说来问看起个阿德，那今朝看王子我谁是诸葛亮？可是诸葛先生哪会得来？谁叫诸葛亮？那非不是之神机妙手，一些邪物在欧巴世人们那这自家的让给他震动瓜子，现在出来了。举国两公会都是了，军师你来了啊！预备看见到诸葛亮来嘛，你再过看见是救命王母啥子？哎呦，不对嘛！军师啊，你随着俺年纪的闯崩手，革命军大队人物让杀得来个是吧？军师，这必须何事哈？举公不用惊慌，你看呀！这些辰光你说为什么都顶得了规章我看啊？这个的动大杀，就说从我们水头里杀出来520个人。500个乱小到水，20个关系后，比浪向贵宾最长，当中一杀出丑一只马背浪向都手一个人，对浪向安过了包队，红勇于对水，身浪向安过了珠宝，2条我如美一对对翁哎，这李日送走了手手根根两叉头上，就飘谁凶喜，随着青龙一跃刀，就一袭文去
在哇哟，万真言坤，地业公，威风凛凛，叫杀气腾腾。是个杀人不是本人，归云上归了呀！准是，我家儿弟来了。只是这样的礼貌嘛，不知归云上为了。谁让个西人公比龙江得动他？杀！以此类良知人，为谁为的一个楼江王忠，为一个逆情列长为追啦！王忠在此为言是有啊！云上得罪茫茫最多多，别来无呀！谁刚刚到此地可见到吗？阿家！有时把头头之间杀出来是干谁之人？一个贵宾让我已经吃不光了孩子，而且比龙江为一个王中领啊，为一个为，这样我最非心心真，用得了美人计到底来，叫背起杀敌啊死高个仗。最想到个龙象结合共心，两种眼睛梦中地位不理想，一起止步一战。一口鲜血就喷薄而出，这真是最实际体检之。孔明飞羽遭谁美？身在两得雷王手，龙凤人将美名雷。海观上有13位飞行上片平台龙凤神像，今朝全部播放结束者。下载哪个收看？你看至有啥个建议的意见呢？你可以小心或者呢微信留言拨了你，第四上两么走。